壽司米魚烤茶係要點飲嘅咧？非常之簡單嘅啫，一盒入邊咧就有20小包開水沖，無論係滾水、暖水、室溫水定係凍水都可以嘅。咁同埋咧，當你好似我而家咁樣飲啦，一定係有少少咧用唔晒嘅，但係千祈唔好洗咗佢，因為呢啲咧係非常之緊要，一定要捽晒佢。佢係茶葉精華，主要嘅成分有兩種，一個咧就係長崎嘅山茶，咁啊長崎縣東真木咧就係日本最大嘅茶葉產地啊，咁喺日本咧係有極高嘅評價嘅。咁成分二咧就係長崎嘅枇杷葉啦，價值咧都極高嘅，令你嘅便便變得定時更順暢，可以縮脂、縮腰同埋縮腩，降低腹部脂肪啊、內臟脂肪同埋呢個皮下脂肪，安全可靠，呢個好緊要啊！不含藥物成分，唔會帶嚟副作用，唔會肚瀉，佢係同普洱嘅味道咧係一樣。如果大家咧食啲好油膩嘅，好似咁樣啦，打邊爐嗰啲湯底啦，或者你去食嗰啲炸雞啊、食 pizza、食麥當勞啊，總之你食啲非常油膩嘅嘢咧，佢可以即時幫你解到你嘅。飲杯，第一次用嚟飲茶乾杯。飲茶乾杯係，飲茶又唔係乾杯又唔係撈埋一齊㗎。